以下係今日宣召嘅經文。今日宣召嘅經文係詩篇第2篇10到11節。現在你們君王應當醒悟，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當存畏懼侍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以下係祈禱嘅時間，請大家一齊祈禱。慈悲仁愛嘅天父，我哋今日嚟到你嘅面前，承認我哋係軟弱同埋有過犯嘅。我哋成日都隨從自己嘅心意，偏離你嘅道路，喺言語、行為同埋思想上面都得罪你。主啊，我哋今日願意喺你面前反省，求你光照我哋嘅心，使我哋看見自己嘅不足，並且真誠咁樣向你認罪。求你赦免我哋一切嘅罪過犯。我願意歸向你，唔再依靠自己，而係單單咁樣依靠神你嘅恩典同埋憐憫。求你更新我哋嘅心思意念，使我哋喺你嘅真理同埋愛嘅裏邊。以上嘅禱告係奉救主耶穌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現在係有請敬拜4隊去帶領敬拜。弟兄姊妹平安。喺詩篇31篇第3節應許我哋話：因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我求你為你的名緣故引導我，指點我。我哋嘅神係永久嘅岩石，佢嘅信實傳到萬代。喺佢裏面有最穩固嘅保障，喺佢裏面有最公義且滿有慈愛嘅供應。佢跨越穹蒼，永存世代。佢梗係咧我哋每一位生命中處處看顧、處處供應嘅嗰位主。讓我哋向神獻上全然嘅降服與讚美。
總在我身旁，生命福分與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當有困境主的你旨意不搖晃，使我心充滿有平安，充滿無限希望。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宣告，我珍惜經歷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宣告，當我來全心敬拜，神蹟就在不遠前方。每當我面對風浪，你總在我身旁，生命福分與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當有困境主的你旨意不搖晃，使我心中滿有平安，充滿無限希望。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宣告，我珍惜經歷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宣告，當我來全心敬拜，神蹟就在不遠前方。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宣告，我珍惜經歷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宣告，當我來全心敬拜，神蹟就在不遠前方。當我來全心敬拜，神蹟就在不遠前方。當我來全心敬拜，神蹟就在不遠前方。主啊，你雖然如此偉大，佢咧顧念我哋每一個人。當我哋面對生命中嘅疾病困苦、風浪雨美之時，嗰雙創造宇宙嘅大手依然咧緊緊牽住我哋。因為你嘅偉大，我哋就無所畏懼。唔知道喺過去呢一個禮拜，大家生活如何呢？喺咧我哋向神禱告嘅時候，有冇咧想起一啲嘅肢體，令到咧我哋掛心嘅呢？有工作上遇到無助、困難重重嘅弟兄姊妹，亦都咧包括我自己都有啲唔容易嘅時候，甚至咧都有弟兄姊妹而家咧係經歷身體上面嘅唔舒服、健康上嘅轉變，亦都有身心疲累為照顧屋企人嘅時候。但係我都想呢個時候為你哋打氣，讓咧你哋唔好忘記，我哋咧並唔係孤單一個，呢個咧係屬靈嘅家，係我哋身邊嘅你同我都係屬靈嘅一群人，而神嘅愛更要咧時刻與我哋同行。而家就讓我哋一齊用呢首詩歌，將天父呢份不改變嘅愛
互相宣告，彼此祝福。願主嘅愛天天圍繞你。願天父上帝的慈愛常與你們同在，願平安恩惠天天加給你，喜樂恩典圍繞你。願你每天快樂，身心愉快，健康與你相在。祝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He'll spend your nights and day, He'll always lead your way, He will be there for you. He'll spend your nights and day, He'll always lead your way, He will be there for you. 願天父上帝的慈愛常與你們同在，願平安恩惠天天加給你，喜樂恩典圍繞你。願你每天快樂，身心愉快，健康與你相在。祝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He'll spend your nights and day, He'll always lead your way, He will be there for you. He'll spend your nights and day, He'll always lead your way, He will be there for you. 願天父上帝的慈愛常與你們同在，願平安恩惠天天加給你，喜樂恩典圍繞你。願你每天快樂，身心愉快，健康與你相在。祝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你每天快樂，身心愉快，健康與你相在。祝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耶穌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耶穌永遠陪伴你。耶穌永遠陪伴你。請聽我讀出今日嘅經文。今日嘅經文係民數記第22章21到34節。巴蘭早晨起來，備上驢，與摩押的領袖一同去了。神因為巴蘭去就發怒，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敵擋他。那時他騎着驢，有2個僕人同行。驢看見了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手裏拿着拔出來的刀，就轉離正路，走入田中去。巴蘭就打驢，要叫他轉回路上。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葡萄園間的窄路上，兩邊都有圍牆。
驢看見了耶和華的使者，就緊側在牆上，把巴蘭的腳側傷了。巴蘭又打驢。耶和華的使者又往前行，站在狹窄之處，左右都沒有轉身的地方。驢看見了耶和華的使者，就臥在巴蘭身下。巴蘭大怒，就用自己的杖打驢。耶和華開了驢的口，驢就對巴蘭說：我向你作了什麼？你竟打我這3次呢？巴蘭對驢說：因為你作弄我，但願我手中有刀，現在就把你殺死。驢對巴蘭說：我不是你從起初一直所騎的驢嗎？我曾慣常向你這樣行過嗎？巴蘭說：沒有。那時耶和華開了巴蘭的眼睛，他就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上，手裏拿着拔出來的刀。巴蘭就低頭俯伏在地。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為什麼這3次打你的驢呢？看啊，是我來敵擋你，因為你走的路在我面前斜僻。驢看見了我，就3次從我面前轉開。驢若是沒有從我面前轉開，我早已把你殺了，而留他活着。巴蘭對耶和華的使者說：我有罪了，我不知道是你站在路上阻擋我。現在你若是不喜歡我去，我就回去。今日證道嘅題目係神不愛我嗎？今日咧為我哋證道嘅咧係我哋嘅本行嘅傳道林建文傳道，我哋有請林傳道。親愛嘅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喺主日嘅早上裏邊咧，再一次聆聽神嘅話語。今日咧用呢一種嘅方式，肯定咧就係今日因為有天氣唔好，或者係黑雨，或者咧係8號風球。當中咧有好多嘅計劃，我哋咧都可能改變。如果今日係7月最尾嗰個禮拜，原定咧我哋今日會有呢一個嘅阿灣拿嘅謝師宴，但係咧因為天氣嘅關係咧，我哋冇辦法可以舉行，因此咧要改期。或者我哋咧有唔同嘅活動，因為咧我哋都希望，因為而家嘅科技，就算我哋冇辦法實體崇拜，我哋咧都可以喺網上一同嘅崇拜。今日我哋讀嘅經文係關乎一件咧喺聖經裏邊咧好獨特嘅事情。剛才咧主席去讀呢段經文嘅時候咧，就講到一個嘅先知叫做巴蘭。巴蘭咧係一個咧喺聖經裏邊咧有3、4處嘅地方咧都提及到佢，當中有猶大書、有啟示錄，亦都咧喺當中有提及過佢。巴蘭有一個嘅能力，呢個能力咧就係令到呢個嘅喺河東裏邊咧好出名。就係西撥嘅兒子亞摩利人嘅王巴勒，佢睇見咧以色列人要過呢個大河，去到每一個地方咧，嗰度嘅人民咧都有好大好大嘅改變，因為神應許以色列人要返到去迦南地裏邊咧，去領取呢個流奶與蜜嘅地方。巴勒冇去迎接以色列人。反而咧諗下點樣可以阻礙呢啲嘅以色列人呢？所以咧佢就想去聘請，用錢去收買
一個咧神嘅可以話係一個先知。呢個先知就係今日我哋所講嘅巴蘭。巴蘭先知有一個咧讓人好出名嘅地方，亦都咧讓人好驚訝嘅地方，就係佢祝福誰，誰就得到祝福；佢咒詛誰，誰就被咒詛。當然我哋知道呢啲係一啲屬靈嘅恩賜。如果我哋話呢啲係一啲屬靈恩賜嘅時候，就唔係佢個人擁有，唔係話佢有能力可以做一啲咧佢能力範圍以內嘅事。反而呢一個恩賜係神俾佢，佢好清楚。佢話：我雖然祝福誰，誰就得到祝福；我咒詛誰，誰就被咒詛。但係有一個先決嘅條件，就係我嘅祝福，我嘅咒詛離唔開神嘅旨意。所以說到底唔係巴蘭佢祝福誰，係神藉着巴蘭嘅口講出祝福嘅說話，亦都唔係佢唔中意邊個去憎邊個，以致佢去咒詛邊個嘅時候，邊個就得到咒詛。反而係因為神藉着佢嘅口，讓到人知道神嘅咒詛出嚟。呢個好比喺創世記12章，神揀選一個人亞伯拉罕，佢話：我要叫你成為大民。誰祝福你嘅，我祝福誰；誰咒詛你嘅，我咒詛邊一個。所有嘅事情都係為咗要見證耶穌，為咗要見證我哋嘅主，我哋嘅耶和華。所以當巴勒呢個阿摩利嘅王去揾先知嘅時候，佢冇辦法，佢知道神冇去咒詛以色列人，所以佢一次又一次婉拒摩押王嗰一個嘅邀請去咒詛以色列人。基本上佢係冇能力講出一啲咒詛以色列人嘅一啲嘅說話，所以佢冇辦法。但係摩押王實在有俾好多好大嘅好處，就係咧喺物質上俾一個好大嘅引誘，以致令到巴蘭，令到先知佢竟然墮落，佢竟然好願意咁樣被上驢。喺21節，巴蘭早晨起來，諗下諗下，我都希望能夠被上驢，與摩押嘅領袖一同去。為咗乜嘢啊？就係佢希望，雖然神嘅旨意唔係咁，但係佢希望得到一啲嘅好處，以致咧佢都出發騎上一隻驢。22節就係話到神因為巴蘭去就發怒，耶和華嘅使者站喺路上敵擋佢。嗱，今日咧我哋好清楚咁樣睇到，每個禮拜教會有唔同嘅活動，有一啲活動咧就係我哋咧就要去參加啦。譬如話咧團契，譬如話咧我哋去派單張。有一啲活動咧實在係我哋好想去，譬如話到喺每年有一日我哋咧有呢個謝師宴。哇！大家一年裏邊咧，早2年我哋開始呢個謝師宴，就係話喺一年裏邊咧，我哋都冇咩嘢可以咧去到感謝我哋阿灣娜嘅老師，所以藉著呢個謝師宴裏邊咧，我哋去感謝呢啲嘅老師，同埋咧同一日裏邊咧好緊要嘅喎，呢啲小朋友咧就帶着一年裏邊，或者係半年一次啦，帶著呢半年裏邊賺取呢啲 Awana money，佢咧可以喺 Awana 嘅 shop 裏邊購買唔同嘅禮物。哇！一個小朋友雖然呢啲唔係真嘅錢，係叫 Awana money， 但係佢有錢可以喺 Awana 裏邊買好多嘅禮物，佢會好開心。
有啲人因為背金句，有啲人咧因為唔同嘅獎勵，佢得到呢啲 award 啊 money， 佢去買禮物，好開心。但係竟然因為天氣嘅緣故，因為咧今日好多唔同嘅因素，我哋冇辦法可以有呢個嘅情況出現。就正如咧一個好多人都記得嘅一個嘅廣告，就有一個人我記得咧係一個略胖嘅一個四眼嘅好可愛嘅一個小朋友，佢就咧約咗啲朋友就去踢波。點知去踢波嘅時候咧，就竟然好唔好天氣，就咧好掃興咁樣冇得踢波。佢就講咗一句咧，好多人都有共鳴嘅説話：係咪神唔中意？係咪咧連個天都唔中意我啊？化做基督徒就係話：係咪神都唔中意我啊？係咪神都要咧俾難題俾我啊？嗱，今日咧巴蘭先知就係好似有呢個情況一樣。佢咧為咗自己嘅原因，去避上路，要去同摩押嘅領袖一同去邊度啊？就係去咒詛以色列人。神因為巴蘭就發怒，所以神嘅使者喺路上敵擋佢。嗰個時候，佢騎上路嘅時候，有2個僕人同行。但係好奇怪喎，喺23節嗰度，巴蘭睇唔到神嘅使者，唯有嗰隻驢看見了耶和華嘅使者站在路上。唔單止係站喺路上，手裏拿着拔出來的刀，好清晰嘅。手裏備刀，即係話咧，你預備。有刀本身係一樣警戒嘅嘢，手裏拿着拔出來嘅刀，就係話到佢要準備去實踐，準備去執行一啲嘅事情。巴蘭睇唔到，2個僕人睇唔到，唯有嗰隻驢睇到，好奇怪啊，係咪？嗰隻驢就轉離正路，走入田中去，因為巴蘭睇唔到呢樣嘢。所以咧，出於佢嘅性情，就打嗰隻驢，要叫他轉回路上。我哋相信神一切嘅作為有佢嘅意思。我哋相信天陰、天晴、天雨，或者係咧好嘅天氣，有神嘅心意喺當中。明明我祈咗禱㗎咯喎，點解今日會落雨㗎？啲小朋友話：我冇辦法用阿 Wana 嘅 money 去買嘢啊，好唔開心啊！嗱，呢個呢，有好多人都會身同感受。我哋又睇下巴蘭佢究竟係咩嘅情況。到咗24節，耶和華嘅使者站喺葡萄園間嘅窄路，兩邊都有圍牆。嗱，好奇妙嘅就係耶和華嘅使者企喺嗰個窄路嘅當中，兩邊都有圍牆，代表住佢一入呢條路嘅時候就冇辦法可以改變，唯有嘅你就係退後，唯有嘅你就係改變。第25節，驢看見耶和華嘅使者。嗱，再一次巴蘭咧力挽強瀾，諗住係隻驢唔生性，唔係向前咁啊，再轉入去嗰條嘅路裏邊。但係嗰隻驢睇見咗嗰個耶和華嘅使者，就擠迫喺牆上，將巴蘭嘅腳擠傷了。第2次巴蘭又打嗰隻驢，即係話咧，巴蘭覺得明明你係我隻驢，點解2次都唔聽我話？係都話我要你向前，你就咧又轉左又轉右，明明條路咧夠我哋過，你係都要擠埋一旁。弟兄姊妹，原因係乜嘢啊？
你同我都清楚，就係因為嗰隻驢看見耶和華嘅使者，而耶和華嘅使者係揸住刀去迎接巴蘭。大家弟兄姊妹，巴蘭嘅遭遇俾我哋一啲嘅思想。我哋再睇落去第26節，耶和華嘅使者又往前行，站在狹窄嘅處，左右都沒有轉身嘅地方。去到一個地步，竟然耶和華嘅使者向前行，大家要相遇，冇得轉身嘅時候，跟住係點呢？第27節，耶和華嗰隻驢再一次睇見耶和華嘅使者，3次巴蘭都睇唔到呢個嘅使者，3次嗰隻驢唯有嗰隻驢睇見耶和華嘅使者。所以嗰隻驢就昂在巴蘭嘅身上。第一次轉左，第二次咧擠逼巴蘭去咧撞落幅牆嗰度，或者咧擠咗去左邊右邊嗰幅牆嗰度砸親巴蘭隻腳。最後呢次甚至呢隻驢昂在巴蘭嘅身上，巴蘭大怒，就用自己嘅杖打驢。好明顯，巴蘭有怒氣出嚟，而呢個怒氣個原因就係因為嗰隻驢睇見一啲巴蘭睇唔見嘅嘢。嗰隻驢睇見耶和華嘅使者，巴蘭淨係睇見摩押王喺前邊等緊我，佢嘅財寶，佢送俾我嘅禮物喺前邊，我要去迎接。雖然巴勒要我去咒詛以色列人，我都在所不計。大家有一個咁嘅相差。跟住28節就好奇妙，耶和華開了驢嘅口，驢就對巴蘭說：我向你作了什麼？你竟打我這3次，第一次揾腳踢，第二次咧打佢，第三次咧更加大怒。竟然耶和華嘅使者開了驢嘅口。喺聖經裏邊咧，一個好奇妙，好多人都諗唔到嘅嘢。嗱，當然唔係嗰隻驢自己開口，係耶和華開了驢嘅口。咁你話之後隻驢有冇講嘢啊？諸如此類，好多嘅問題冇喺呢一度交代。但係呢度好清楚，我哋知道係耶和華開了驢嘅口，驢就對巴蘭說：我向你作了什麼？呢一個係一個問題，但係呢個問題係有答案。巴蘭就個答案係咩啊？你竟然叛逆我，明明要你向前，你竟然做一隻咧唔生性嘅驢，所以我就要打你。而驢佢其實個答案就話，因為前邊有耶和華嘅使者啊，所以我為咗保護你，為咗保護大家，我逼不得已要向左向右嘅轉，要挨落幅牆，甚至要躺喺你嘅身上，因為嗰隻驢睇見巴蘭睇唔到嘅嘢，就係佢見到耶和華嘅使者。耶和華就要讓呢隻驢講出呢一句嘅說話。我哋睇29節，巴蘭對驢說：因為你作弄我，但願我手中現在就把你殺死。巴蘭從來冇諗過嗰隻驢竟然睇到耶和華嘅使者，而佢自己係睇唔到耶和華嘅使者，所以佢講咗一句咧，如果從一個大嘅圖畫嚟睇，就係一個恩將仇報嘅一句說話，因為你作弄我。但係事實上，嗰隻驢有冇作弄巴蘭啊？沒有。今日我哋有好多人話，連個天都唔愛我啦。今日竟然玩我，搞到我冇辦法，搞到我咧嘅計劃改變。我哋現代人好多時都咁樣，我哋會埋怨，我哋會唔開心，我哋咧有我哋嘅計劃，
我哋覺得點解咁多嘢阻礙我哋呢啲計劃呢？而巴蘭佢因為睇唔到耶和華嘅使者，佢就覺得呢隻驢作弄佢。第30節，第30節裏邊講，驢再一次說話：我不是你從起初一直所騎的驢嗎？我係慣常這樣行嗎？巴蘭回答話：沒有。即係話呢隻驢同佢交心就話，其實我係一隻盡責嘅驢。我係時常載你承載由一個地方，你指使我，我就去另外一個嘅地方，從來都係咁樣。但係今日，因為巴蘭自己嘅貪念，因為巴蘭自己嘅私慾，因為巴蘭佢自己欺哄自己，以致佢睇唔到耶和華嘅使者，而呢隻驢竟然就係神所使用，睇得到呢啲耶和華嘅使者，睇得到一個屬靈光景，比巴蘭更加嘅清楚。所以嗰隻驢話，首先話我仍然係嗰隻向你忠心嘅驢。第31節，那時候耶和華才開，個才字我講啊，耶和華開了巴蘭嘅眼睛，佢就睇見耶和華嘅使者站在路上，手裏拿着拔出來嘅刀。到咗嗰一刻嘅時候，巴蘭才呢個又係我家，巴蘭就低頭俯伏在地。唯有喺任何時刻，當我哋睇到耶和華嘅作為嘅時候，當我哋睇到一切由神掌管嘅時候，我哋先會喺個環境當中能夠去領受一個嘅功課。弟兄姊妹，有陣時我哋會病嘅時候，我哋會話：點解咁多人病？點解偏偏係我病？點解係我最重要人生嗰幾日要得到呢啲病呢？其實病好有可能係一個信號。呢個係一個咩嘅信號啊？就係你將你身體用得太過透支啦。就喺病嘅時候，你可以休息嘅時候，你再諗下，你人生係咪不斷嘅衝？有人講過，當你人生剩翻一日嘅時候，當你人生剩翻24小時嘅時候，你會諗下，人生最重要係要做啲乜嘢？以前話人生最重要就係趕好晒我啲工作。無論開 OT 好，無論太太同太太講唔再翻嚟食飯好，無論呢個仔畢業，哎呀去唔到呢個畢業典禮啦，因為呢我有個會喺馬尼拉，我呢開咗呢個會呢會好緊要，對我嘅事業好有幫助。阿仔唔好意思啦，雖然你6年班一生人得一次畢業，但係我都冇辦法去你個畢業典禮。但係當你睇到人生短暫，當你再回望好多嘅時候，你先至睇到人生最重要嘅係乜嘢？那時候耶和華開了巴蘭嘅眼睛。我哋再睇落去第32節裏邊，耶和華嘅使者話：你為什麼3次打你嘅驢啊？因為我來敵擋你，你走路喺我面前。33節，驢看見咗我，所以佢3次喺我面前轉開。呢隻驢係救咗你。如果佢唔係咁樣展開，我早已把你殺了，而留他活着。所以咧，好奇妙喎！隻驢唔係為咗自己嘅安全，係為咗巴蘭嘅安全，以致佢轉身。第34節，巴蘭對耶和華：我有罪了，
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擋我。現在你若是不喜歡去，我就回去。嗱，最後喺呢度咧，第34節，最少巴蘭話我有罪了。弟兄姊妹，有陣時我哋面對一啲我哋冇辦法可以咧做嘅一啲嘅事情，覺得自己好無奈。弟兄姊妹，我鼓勵你停低落嚟。當好似今日我哋冇辦法返到教會，有好多嘅計劃冇辦法實現，可能咧你個仔今日晏晝有一場好重要嘅比賽，或者你哋咧有一個好好嘅計劃，無論係乜嘢，因為今日天氣，因為今日咧好多唔係人能計算到嘅事情，你要停低落嚟，唔好去埋怨，唔好咧淨係諗係咪神唔中意我啊？係咪我犯咗咩罪以致神咁樣咧去懲罰我啊？我哋應該嘅就係話，我哋靜低落嚟，我哋利用今日嘅日子，可能你2個禮拜嗰啲嘅疲勞，今日做一次比較大嘅休息。可能你有一啲嘅關係，2個禮拜冇打返去同阿媽講幾句嘅説話。可能咧好多時你打返去，你阿媽話：阿仔終於打嚟啦，有冇咁忙啊？佢心裏邊講，但係口裏邊仍然話：阿仔你點樣啊？有陣時一啲我哋冇辦法預計，冇辦法同我哋嘅計劃一致去進行嘅時候，我哋可以利用呢啲嘅時間安靜落嚟。我哋諗下，我哋思想有冇一啲嘢，我哋因為今日我哋平時唔會做，而今日可以咧好好咁樣去做。有陣時我哋咧成2個禮拜，哎呀主啊，對唔住啊，好忙啊，冇辦法睇聖經啊，冇辦法祈禱啊。你會唔會今日有一啲時間冇辦法，你就可以留低落嚟去睇下聖經，去咧思想下，去有一啲咧深度嘅祈禱，甚至咧唔好淨係睇韓劇。睇下咧一啲恩語之聲啦，睇下咧一啲福音嘅見證啦，睇下一啲咧你平時咧冇時間做嘅事情啦，可能同家人咧有一個更深度嘅一啲嘅相交啦，呢啲咧都係可以喺今日裏邊咧我哋去做。最後巴蘭佢神好憐憫佢。神冇讓佢就走去到巴勒嗰度，神藉着神嘅使者，藉着呢隻驢提醒佢，你所做嘅係唔啱。去到34節，好似巴蘭呢，佢悔改啦，我有罪啊！但係如果你再睇落去嘅時候，竟然巴蘭仍然去附會。仍然嘅要去咒詛以色列人，好奇妙嘅。當佢想咒詛以色列人嘅時候，佢竟然講出一啲祝福以色列人嘅事情，以致佢冇辦法從佢嘅口去咒詛以色列人。但係當一個人佢要離棄神，當一個人佢要叛逆神嘅時候，而巴蘭就係一個咁嘅人，雖然驢3次嘅阻礙佢，雖然驢說話向佢提醒，雖然神嘅使者向佢顯現，雖然佢之後佢冇辦法講出一句咒詛以色列人嘅說話，但係佢仍然因為自己嘅貪財，佢仍然因為自己嘅頑劣，佢引誘以色列人，佢讓呢啲嘅敵對嘅以色列嘅人嘅女士去咧引誘以色列人，以致以色列人陷入罪當中。呢一個就係一個唔願意悔改嘅人。今日當我哋咧面對天氣，面對好多我哋冇辦法計劃嘅時候，我哋仍然可以
靜心嘅落嚟，仍然可以咧有一啲思想，有一啲休息嘅時間，有一次獨處嘅時間，再一次去思想，好似多咗幾個鐘頭。我哋就用呢幾個鐘頭去諗下，我哋人生有冇一啲嘢，我哋可以靜低落嚟，可以咧做一啲更加有深度、有意義嘅事情咧。願神祝福我哋啊！今日咧，雖然我哋冇辦法返到教會一齊咧彼此去相交，但係係一個安靜嘅日子。願神祝福你，能夠咧做到一啲你未必平時可以做到嘅事情，未必你平時咧願意做嘅事情，甚至咧未必你知道我需要做，但係冇做到嘅事情。願神咧都喺呢啲方面裏邊咧去祝福我哋。願巴蘭一個咧咁相反嘅例子，成為我哋一啲嘅警惕。願神祝福我哋每一個。邀請大家一齊以詩歌去回應神嘅愛，我哋一齊唱回應詩歌。雙手讚頌你，配得一切榮耀尊貴。你是王，掌管明天。來到你是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唯獨你。奉獻係為基督徒而設嘅，係我哋基督徒感謝神賜俾我哋各種供應嘅回應。因為今日呢係網上崇拜，所以呢請弟兄姊妹將奉獻先保留，留待下星期實體崇拜嘅時候再放去入奉獻袋裏邊。請弟兄姊妹起立，有請林先生為獻金祈禱。我哋一齊為獻金禱告。真係主，我哋感謝你，讓我哋咧都有呢個福分。我哋咧喺地上，我哋領受咗、領取咗主你好多嘅恩典、好多嘅供應，教導我哋用一個嘅回應嘅心，用一個感恩嘅心去奉獻。求主你悅納，亦都讓呢啲嘅奉獻成為我哋與你同工。求主你教導我哋點樣去使用。禱告仰望，奉賴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以下係應訊嘅時間，讓我哋一齊讀出今日嘅經文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以下係三一頌嘅時間。讚美聖父慈愛之心，基督捨己愛救罪人，每刻施恩聖靈導引，三一神蹟配戴頌揚。我哋咧有請林先生今日為我哋嘅出嚟祝福。我哋一同領受上主嘅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神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交通，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清楚。我咧再一次去有一個嘅報告嘅時間。首先咧，我哋都感恩，無論咧你係福安堂嘅弟兄姊妹，無論咧你係其他嘅堂會嘅弟兄姊妹，甚至咧你偶然有機會撳入嚟呢個嘅YouTube 裏邊咧，去睇今日嘅影片，去睇今日咧呢個崇拜嘅錄播，我哋咧播道會福安堂都歡迎你同我哋一齊咧去敬拜我哋嘅上主。今個禮拜咧，我哋為到謝燕武姑娘咧去禱告，因為咧佢8月初嘅時候咧，8月3號咧就會翻去羅省正道神學院繼續學業。佢都好感恩呢一年裏邊咧，由上年嘅9月直到而家咧，佢喺我哋教會由一個嘅學院嘅實習，最後咧一個咧即係咧義務嘅實習。佢咧都喺當中咧帶俾教會好多嘅祝福，亦都咧佢自己都感恩去成長咗好多。願神喺未來佢畢業嘅日子裏邊咧，好好嘅裝備，成為神好好嘅工人去服侍神嘅教會。咁咧3年讀經計劃咧，我哋咧都應該派晒所有嘅禮物啦嚇，仲有3份。咁我哋唯有下個禮拜，咁我哋會幫你隆而重之咁樣保護住佢。下個禮拜咧就派埋呢3份禮物。好，原定咧嘅結業禮咧，我哋就改為8月嘅第4個禮拜。我哋咧8月23號，我哋咧就會有呢個嘅Awana嘅結業禮，同埋咧有呢一個嘅謝師宴。喺Awana 8月22號嗰日咧，就係星期六早上9點鐘啊，佢哋會有25週年嘅年會同埋頒獎禮。我哋感謝主，我哋教會咧謝郭翠兒姊妹咧成為我哋本年度嘅無愧工人獎嘅得主。咁我哋都歡迎大家咧喺30號之前去報名，無論係你係導師，無論咧你係觀禮嘅，我哋都希望咧，如果你能夠出席，都可以咧一同嘅去觀禮，一同嘅去參加。喺30號之前，向Shara 向我哋嘅幹事報名。傳道部喺8月9號咧，希望嗰日咧我哋有主嘅祝福，我哋可以再一次咧喺社區裏邊街頭報道。咁咧求主都看顧保守。咁轉會嘅弟兄姊妹咧，已經有幾位咧同我哋聯絡，就去想轉會。咁如果有弟兄姊妹已經參加咗本堂1年，係已經接受咗水禮嘅弟兄姊妹咧，我哋都好歡迎，亦都咧好熱切嘅去歡迎你能夠咧去申請成為本堂嘅會友。8月30號咧，我哋有一個福音主日。咁咧呢個係第5個禮拜，我哋期望呢一日咧，我哋特別你能夠邀請一啲成年嘅
即係咧一啲嘅弟兄姊妹，因為咧我哋喺崇拜之後咧，我哋有呢個嘅輕食茶聚，亦都咧有一啲嘅適合成年人一啲咧歷奇嘅活動。我哋希望咧能夠可以歡迎到唔同嘅弟兄姊妹嘅家人朋友能夠嚟到教會當中。咁我哋咧奉獻咧6月份嘅奉獻咧，我哋都第2個禮拜講啦，弟兄姊妹都知道。咁有間咧福日堂嘅購堂咧，我哋會下個禮拜再連多1個禮拜，咁咧就讓到大家弟兄姊妹咧都可以為到福日堂去祈禱。咁啊，為到金好姊妹啦，求主都看顧佢，進度咧都係好嘅，求主咧繼續讓佢啲藥物，讓佢嘅治療咧有果效，求主安慰佢嘅心。為到咧阿家冠弟兄啊，咁咧都返咗咧即係供1個禮拜啦，慢慢咧都感恩重新嘅得力，希望咧呢個情況都能夠咧一直有好轉，亦都為到阿大好姊妹啦、換龍弟兄啦、阿子忠弟兄啦，求主都祝福佢哋，亦都咧為到阿榮昌啦、阿麗萍啦、志宇啦、阿翠萍咧。上個禮拜感恩啊，翠萍咧就翻咗嚟，咁今日咧可能都翻唔到，但係下個禮拜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咧一同嘅去敬拜上主，為到阿清姐，為到阿梁姑娘都去禱告，為到咧阿包都去禱告，為到宣教士啦，特別咧我哋都為到即係阿譚姑娘佢爸爸，求主咧讓佢能夠有機會去咧能夠可以接受耶穌基督，求主看顧。咁咧，我哋都特別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喺我哋香港一個年度基督徒年度聖事，就係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第98屆啦。咁咧，我哋就會仍然都喺8月1至10號喺咧呢個九龍城浸信會裏邊舉行。咁而家咧時代進步，我哋咧會有直播。咁如果你唔識得揾嗰條直播嘅連結咧，請你向我或者向一啲咧弟兄姊妹查詢，咁希望你能夠咧喺呢10日裏邊咧，可以無論係朝早、中午或者夜晚黑咧，都有機會咧可以參與呢個培靈研經大會。最後咧，教會今日嘅活動咧就應該會取消，咁但係聽日下個禮拜咧，我哋8月2號有呢啲嘅活動，求主都看顧保守。最後，我都祝福大家咧，能夠咧喺今日咁特別嘅日子裏邊咧，都能夠身心靈咧再一次得到咧洗調啊嚇，再一次咧能夠更新，願咧大家都能夠咧心意更新而變化，有主嘅祝福與大家同在。好，再見。願耶和華賜福給你，願耶和華永遠保護你，願耶和華他的臉光照你，願耶和華賜你平安，願耶和華賜福給你，願耶和華永他的臉光照你，願耶和華賜你平安。願在主裏相會，再相會，願在主裏相會，再相會，願主的愛永遠在你心懷，願神永遠祝福你們，祝福你們，願耶和華賜福給你，願耶和華永遠保護你，願耶和華他的臉光照你，願耶和華賜你平安，願耶和華他的臉光照你，願耶
賜你平安。